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谷刘浩明。讲起我们屏东基督教的圣地之家，伊是我们在屏东具有历史的一个，算是我们社会救助的一个团体。伊除了早期对我们小儿麻痹的一个关心同关怀以外，后来慢慢的发展出伊个早期的疗愈的一个关怀。但是最近伊又成立了一个成人的中心，那成人的中心是专门针对我们成人有障碍的。也就成人来边的一个算是一个教育同一个关心的一个地方。我哋今日的两个来宾都是来自我哋屏东基督教圣地之家的两个来宾来现场，伊要同我哋讲，入边成人的中心都来做乜嘅事情。第一点，我哋有请到来宾係我哋呢教保组的组长，我哋菲林来现场，菲林哈。主持人，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竹田的張菲林。好，今日係我哋呢搞保養，我哋呢亞賢來到嚟現場，亞賢好。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屏東的劉亞賢。頭好，因為我哋開始以前都有小解講，其實我哋呢屏東嘅基督教聖地之家，聽我哋屏東其實已經成功嘅幾久啦，尤其對我哋早期療愈啊，然後對我哋成人呢一啲重視嘛，有啲幾大嘅一啲天數。問題係我哋觀眾朋友可能一開始唔知講，其實聖地之家嘅成人中心係做乜嘅？係咪同我哋？他要說明一下講，聖地之家嘅成人中心係工作內容係乜嘅？成人中心以前呢，因為講從一定讀高中畢業以後有冇，都唔可以上大學嘛，兩年唔可以上大學，也等於較衝突嘅攏可以錄下，較尾行路也就會出去了安尼。摕嗰個社區行嚟行來行去冇事做，成人中心剛剛講一定要來成立，因為要本一等人來訓練，要來做訓練安尼，必定有啲法通可以，有啲地方可以參加法通，係較中途嘅人可以講，必定喺個嘅，必定要本人照顧安尼。嗰種唔講嘅意思係講，其實一種人係有可能係身心障礙，係咪？譬如講身體有障礙，嚇，冇到智障，冇到嗰種肢體的障礙，冇到嗰種所謂的智能障礙，一部分人係你的成人中心嘅一個算是關懷一個對象。我哋更加數較多嘅攏係心智障礙，譬如講智能障礙，還有嗰個自閉症咧，係可唔可以中風過嘅有智能障礙咧，多重障礙。對。但因為我哋講，其實從我哋一般的更加教育制度的話，其實你入學之後，你可以，譬如講你真係有安尼個障礙的話，你可能會有特教班啊，嚇安尼上課。咁從我哋成人中心的話，以按樣嘅條件咧，而冇你講樣嘅設施，咱可以入去咯。我哋18歲以上算成人嘛，嚇，除到59歲以下，因為60歲以後，因為有會到嗰個老人養護中心，係。因為我哋希望講，伊冇迄個4、5年，伊轉移啲老人中心，所以我哋當數到59歲安尼。嗰就等於講，你講，你即個同我講18歲到59歲嘛，嚇，等於講18歲都等於講，伊即個高中畢業，嚇，高中畢業係等於講我哋呢傳統嘅教育嘅體制，可以聽書嘅地方都18歲，因為可能有啲人冇辦法，大部分都冇辦法順利考上大學啦，嚇。所以變成講18歲高中畢業以後，嗰種一般來講嘅話，可能都變成唔能去銜接也團東西，因為到60歲以後就變成老人之家嘛，嚇。但是我想問一下講，因為其實我相信觀眾朋友，我想講，其實我哋從來佢希望講我哋去關心講我哋呢，譬如講身體障礙的啦，嚇心智障礙的朋友啲波嚟話，可是我哋唔提講，譬如講高中畢業以後。中途當我哋菲林有講到講，嗰種以即個長途用嘅話，好都可以喺上，長途用嘅話都可以用日間咧。咁一般來講嘅話，好一般來講嘅話，我哋譬如講我不管是肢體障礙啦，無論好跟我哋講智能障礙，一條朋友一般來講高中畢業以後，以睇社會地步係有那條事情可以做咯。今個政府判過多案例，譬如講小作所。好，還有部件計劃，還有一般的多元的活動中心這樣子，那也有庇護工廠。好，那我哋日間照顧中心呢，話與較必定較嚴重，可能講伊唔可以做，唔可以賺錢安尼，毋過伊即個還可以照顧伊即個安尼，所以伊會去錄卡嘛，伊肯安尼給20頭。
啊，迄个看迄个乜嘢啊？迄种24点钟，迄个人家因为伊个家庭，伊也个主要的照顾的人老的，嘿，啊，剩个个兄弟姊妹，唔可以照顾伊，吼，佮还有个个伊个家庭支持较无安好，譬如讲伊那剩爸爸妈妈要做些无办法去照顾伊，嘿，佮可唔可以伊七家唔可以照顾伊七家的话，伊会有人来申请啊，等迄需要的部分，嘿。我还没讲可以把你这个讲的话，其实我哋再来提讲个清楚一些，就讲其实我哋咧障碍系有分长途的，好分无共长途。真是毕业以后，以长途玩过好的，好可以训练的，做些做些学习家的，好，如从做到比如讲的，那个小作所，好，甚至庇护工厂，好，一路向下去接受到训练以后，可能会做月饼啦，好做几多饼的。你听他个人向下去做些，然后多多少少可以学习噶。好，但是更加可能生理自家属的，伊人可能如无长途工严重的，系咪？长途工严重，伊无办法去真系外面去人讲去做些去学习噶。无如讲，你卡无人照顾伊，系咪？你跟人讲嘛，有两种，一种系日间，好，日间的吧。你创个人上好用系咪？参加活动，老师会定会判嗰度嘅，佢无共用，譬如讲体能活动，可唔可以休闲活动啊？嚟，比如还有嘅乜嘅训练一点，嘅乜嘢冲牙齿也得，示范也得。嗰就等于如果其实咁多伊冇办法来嘅话，嘛可以把接落意思。咁其他都剩咧讲，人讲24点钟黑熟嘅睇地步嘅，有啲可能真是你下连照顾嘅人都冇嘅。咁我想問下牙線吼，像就講即個有一片內一片有無腔嘅課程嘛吼，啊一片有體育有用嘅課程。哦，我們針對比較年輕的服務使用者，功能比較好的，我們就可以訓練因手體內、米體內啊米做嘅，安尼因就做得出去存錢嘅，啊存錢就會因呢自家愛買東西就有嘅。嘿啊，我們還有手做的部分，像是擴香石啊，或者是巴土啊、園藝，都可以做一些手做的吊飾那些。那針對比較老的服務使用者，比較年長的，那我們就會分研堂以前的古誒，看以前的天養，有懷舊的氛圍安尼，那分研到以前的東西，像紅仔標啊，還是戳戳樂安也掉。演就会蛮歡喜，因為蠻會跟人家互動，就是人際關係的部分也需要互動，因為紅仔標他們也可以囤新生糕，嘛可以囤演好生的芎蝦糕，安尼嘛做得，演攏搞得蠻歡喜。咁做乜嘅？比如講看以前的天樣，然後搞嗰度安尼樣講童玩的東西。因為演後比較現在我們可能俺的老師在待的時間可能會比較少。以前的東西，那我們可以借由這些以前的童玩那些，可以預防失智，對，延緩他們老化的部分，然後也可以就是借由這些懷舊，讓他們動腦，對，就是預防失智的部分。嗰就等於你講，表演人可以以前看過的東西，以前教過的東西，等於你講可能複習以前的嗰種技能嘅樣哈，可以至少唔係學習的東西，因為可能學習的東西對人來講嘅話會有些困難。但是以前看過、以前教過的，可以對人來講的話，都等於係重新再做一次。對。哦，但是你至少有做，如果冇推翻案件。但是從唔可以開始講，可是好一點、高一點去收體內啦，或者擴香石啊，嗰啲東西至少可以，至少可以外面可以買得到。咁從去訓練你的收體內一件事情，係咪要分階段？一定會分階段，因為服務使用者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教，沒有辦法就是掃把給他就會自己。那我們在訓練的時候，可能就是會分區域，譬如說一大塊的庭院，我們可能就會劃分成四塊，那我們就可以從第一塊慢慢開始教，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教，然後再慢慢的擴充到別的地方、別的範圍，這樣。對。哦，高速連為面積也要分成1/4。對，我們開始在教的時候，因為他們一大塊的時候，他們常常出現一種狀況，就是隨便掃，可能一邊收一下，那邊收一下，就是會沒有一個區域，對，所以沒有一個秩序性。對，沒有一個秩序，所以我們就會
就是让他们有显收顺序，对快一些。但是动作的部分啊，我比较好奇，用我一把，譬如讲按你手体乱的时候啊，按用我一分动作呢？安尼就是有时候就是会肢体示范，就是也可能会呆眼收啊，就是呆眼收啊，不然就是功能比较好的，我们就可以用示范的，但是再弱一点呢，我们可能就是会呆眼按你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他们才有可能进步这样。但至少进步以后，对人来讲的话，不单止也要肢体可以运通啦哈，一方面听讲伊嘛学到一个新的技术，但是一部分我想强调一下feeling哦，因为其实我头先我都发现讲，那个部分嘛有我能够身体障碍的嘛，咁有些身体障碍的话，一般人都可能有一部分呢功能都冇按好嘅，咁能用啊去听书去做日常生活的一种训练。一段时间啊，我前面的很多职能治疗师，因为职能治疗师在精细动作的训练嘛，所以在日常生活如果我哋咧服务生活冇办法的时间啊，我做照会职能治疗师的同人看讲，奇怪，伊像伊像一张树，好冇伊也树还可以按哪顿咧，我像咧调工的按你细细的油毛，个把手较骨细嘛，用的做个职能治疗师会同人夹触，我做一个夹触东西。本来咧，个问呀，个服务使用者可以按你建议，按你示范，系我做一个仪器也可以示范的。咁除了职能治疗师之外呢，还有其他治疗师不？我哋还有个物理治疗师，伊迄训练较太粗大动作的部分，譬如讲心肺耐力，还有个柔软度，还有肌耐力，因为年纪较大的羽毛，因为我哋冇被退化嘛，所以我哋要训练伊讲行路。可唔可以给问呀？伸展动作呀的，我哋会请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的同人看，讲伊适合做哪种的运动安尼。可唔平常时用来做，譬如讲出作的还是出门的东西，也得可以听书，可以帮助到伊去个树可以再较有力安尼。嗰个其实看好我哋日常嗰种做嘅动作地步，我哋感觉到嗰啲强壮做，其实对我哋有障碍人来讲嘅话，也经过几度嘅训练。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講先生嘅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基督教生理之家嘅兩個朋友，同人講一定基督教生理之家嘅聲音中心。有部分我想要強調一下雅欣因為你這個都係體現嘅一種教保員嘛搞保養。咁你這個有讀到講，因為其實我都講，其實人嘅聲音中心有的會係24點鐘睇嘅，有的會係真係像我哋頭講都。上課用的啦，上班用的啦，你早晨來下晝都過去，但是禮拜六、禮拜日提出卡。咁一天來的時間，會有冇適應的情形？有啊，還會有，像某適應的時間，像我們有一個服務使用者來的時候啊，他們有一個個人休閒角落，就有一個角落是他已經改比較少人不喜歡跟他互動，然後他也不喜歡跟別人互動。那這時候就是由教保員先去跟他建立關係，讓他信任我們，這樣子才有辦法往下一步。那跟服務使用者建立好關係之後，我們會帶着他慢慢的去跟一個服務使用者來跟他做互動。我就會開始把他帶到小團體，可能從2、3位開始適應之後，再把他帶到3、4位，漸漸的帶到我們的大團體裡面。那大團體裡面可能做一些互動的時候，他就不會這麼緊張，也不會這麼不適應。但在這帶他適應的過程當中，還是要觀察他是不喜歡這個活動，還是不適應中心的生活。所以在帶這些活動的時候，就要比較注意他的狀況。那這部分就會變得比較
就是要比较细心，会比较多心思去关注那位新进来的服务使用者这样。跟头都有讲到讲啊，可能有两个情形嘛，哈，一个不喜欢这个活动，一个是不适应啊。不喜欢活动的话，你可能如提供，可能唔好发动底部的那一部分哈，然后你就可以改进。他讲我是完全不适应的。哦，完全不适应这部分，可能要再跟他更久一点。就是时间会拉得更长啦。那我们教保员退出的会比较慢一点，就可能他到大团体里面，我们教保员还是要比较多心思在他身上。对，就是要跟他，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如果真的大团体没有办法适应，我们会慢慢的退回小团体。对，这部分还要再观察。可是唔好讲，伊硬心讲，伊最慢一天几多退团体里边？没有，这。对也唔好啦，对，我们如果这样子带，我们教保员也会比较辛苦，对服务使用者也会比较不好。所以如果我发现大团体真的不适应，那我们也可以慢慢退回小团体。因为好等于如果其实能把就带来的嗰种讲学员啦，哈，其实处理的照顾的几好，可是安尼我有本嗰种家长，你咪讲家长哇，大好我永远来照顾啊。好，至少早上有8点钟可以吃药，有个明天早上把你接过去。可对人来讲的话，有安尼感动。多少会有啦。他们这样把他们送过来，他们就会比较轻松，因为就是有些服务使用者可能需要带他上厕所啊，或者是换裤子那些。那当然家属把他们送过来，这边就是由老师做训练。那当然这部分老师在机构内做训练，还是要必须由家属那边也要持续训练，照着我们的那个策略，这样子服务使用者才有办法进步。就不要我们这边已经支持他脱裤子上厕所了，可是回到家里家属却给他包尿布，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因为其实吼，细个人嘛系安尼啊。故事等于讲，其实你睇好个好个贵气的，好，你从睇个生意中心好个贵气的马屯家长讲，唔要帮人训练的东西，睇都看马带过去。好，你像头都唔讲嘅，给职能治疗部分。因为可能冇办法永远照顾伊生意啦。系啊，系啊。咁像你这个做教保员的话，你这个还算提前的没？系提前的。咁像你这个都更加位置的话，我发现到讲，其实你中心的我哋用学员来讲嘅话啦，哈，来讲嘅话，其实一定第一片最大的成长系乜嘢里面？我看到就是生活自理跟情绪的部分。就是有我们在支持下，他们可以自己冲啊是安内啊。虽然我们要训练很久，但是当他们有一点点小进步，我们就会很感动。那情绪的部分也是，像我有约学生诶，伊老爷时节啦，伊嗓门很大啊，赶紧吵死啊，管偏你安内啊。但是我们的服务使用者又不喜欢被人家管，所以常常会这样冲突。那因为后生诶唔会讲话，所以用肢体语言啊。米拜母语讲，发生乜个事情，突然你吵死啊，你就站满台上去比安内啊，就会引起其他服务使用者的情绪。后来我们决定就是拿服务使用者的照片，那我们就私下问他说，那你是跟哪一位服务使用者吵架？这样，那我们私下问他就会比给我们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以吵撕。那这样子，其他服务使用者也不会被比，然后他们的情绪也不会这么大。那借由图卡的沟通，那服务使用者也会跟我们说，就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样。可是他后来其实从一般的学校供养了，好不欣赏嘛，要处理学生的情绪的问题，因为有的人真的会囤哦，虽然说都是服务使用者啦，但是有的人如果有囤，冇有囤，冇有囤，伊蛮个好，那个你讲的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是要处理嘛，哈。对啊。也其实你我讲啊，其实按照算了嘛，佢奇妙啦，至少伊提录卡法，伊都面对录这个录卡人，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因为讲。我从会观察到一件事情，譬如讲对有些有些障碍的人来说的话，他在家里面的角色大概都比较偏向于弱势的那一部分。那有时候头人讲来讲，伊可能嗓门很大，他可能是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方法。但是以比较偏的一个群体底部的事情，伊可能如果有一点地位开始变得不均等的一个地位，可能會有朋友啊，或者純線上做朋友啊，那啲事情。咁像嗰種我哋提供其實睇我哋嘅生理質感嘛，有庇護工廠嘛，嚇。咁從來講嘅話，因為頭都有講，其實有啲功能嗰個係庇護工廠，我哋嘅庇護工廠係用嚟長途嘅人。今港人有分量的嘛，伊伫做胖的3工坊，伊伫西上富的洗衣庇護工廠。
也两个工厂诶，拢迄经过个辅导评量，职业辅导评量，咱可以入来。伊定会看讲，也得申请的人适合来庇护工厂，还是可以落杯一般的社区化就业。嗰就等于讲，也庇护工厂的人同成人中心的无同样。安尼以前呢，因为看到讲，成人有冇，伊可以来训练，安尼开始做迄职业训练。对两个工厂的开始，训练讲来的学生嘛可以去开始做，不过佢下唔没很多工厂的，会不会政府要立案变成庇护工厂，开始要招数其他的身心障碍者入来。嗰等于如果成人中心变成成人中心，成人中心嘛。但是庇护工厂係庇護工廠。咁唔同佢講，其實庇護工廠嘅工作內容有兩個嘛，伊在做硬棒，伊在做洗衫褲。我想請問一下，一兩個哪困難啊？因為佢對我講過咯，人家一兩件事情感覺到做硬棒困難啦，因為洗衫褲啊，因為人家大部分都係用機器洗嘅話，洗係以後他以前嘅工作大部分係熨衫褲吧，係咪？有分兩種嘅洗衫褲，有分兩種，伊哋係最去醫院嘅，還是去旅館做？最古來嘅係一種，要打散之後要放喺嗰個洗衫機底杯，要洗衫褲，另外一片係可以執衫褲嘅。不過執衫褲唔係搶人執安尼衫褲，千多種，因為醫院嘅嗰度鋪門嘛，伊有乜個急診室、乜個 ICU 喺度嘅。每一個雜嘢冇共用，所以唔講那較難，那較簡單，嘛要看一定去教訓練以後，對人來講那較好做，一定會做嘅方案。嗰就等於講，其實唔等呢，雖然係庇護工廠，雖然話有名字的庇護工廠，但是其實伊作為嘅內容其實算是幾專業嘅呢。對，伊開始去量衫褲，量過來以後分類，分類呢其實有的唔單止分色，有嘅係分。歐洲長途有污染，污染的衣服，然後洗衫褲洗好以後，去提熨的雜嘅時候冇共用嘅鋪門嘛，雜冇共用嘅，其實也算算是幾專業嘅一啲流程，做面，我哋講做硬棒嘅部分咯。做棒一開始一定嘛分嗰度種，有分包裝嘅，還有嗰啲烤面包前面有一個跟粗面粉嘅嚟所以一定嘛有做面團另外一啲係用去現場買的咧，買嗰啲乜嘅做嗰啲做食咧，還有啲傳統嘅安尼。不如做傳統就咖啡泡咖啡簡餐安尼。最重要嘅話，等於如果其實。庇護工廠唔單止係做中間，伊即個可以做部分，等於伊包頭包面全部都等於伊啲幾完整嘅伊啲我哋講工廠地步嘅伊啲嘗試。佢出來當然嘅話，來嘅時節伊愛經過訓練冇，還是一來都可以是針對伊即個嘅我哋講障礙嘅標準去開始去做無共用嘅伊啲工作啊。我先做訓練，因為唔係每一個地方你都可以做，我從對最簡單嘅開始，最簡單，伊開始去停頓時機去做課嘛，所以過來佢下要幫課，嗰種較唔是訓練，我開始唔同講嘅，要分類佢下看本嘅有歐洲嘅冇，乜嘅歐洲嘅變嘅奶，嗰衫褲變嘅奶台洗衫褲嘅，洗衫機嘅，一定去幹嘛去看，一啲時間嗰啲做服務員會看講，伊適合做哪項嘅工作，伊會比做安尼，係。嗰就等於都等於講，伊即個落到現場以後，等佢伊即個嘅能力啦，開始做分類以後，慢慢的可能一路要伸縮嘅，經歷到下一個工作，最慢，其實睇下工作地位，唔單止有薪水，同時嘛可以訓練到我哋講融入我哋社會地位。嗰就其實我哋雖然講身上有障礙，但是其實。經過訓練以後，也係慢慢的可以照顧到自己，照顧到家庭。休息下，我對下我哋有個精彩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的上台节目，我哋来自屏东胜利之家两个朋友，同人讲胜利之家嘅声音中心嘅课程内容係乜嘅？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你兩三路係睇我哋嘅勝利之家佢叫嘛吼，你哋有乜嘅你講，你印象佢什麼故事可以同大家人分享嘅嘛？主動先開始。係講一啲我哋嗰啲學齡嘅服務使用者吼，伊嗰啲佢要考嘅高中嘅佢有兩個選擇嘛，伊等於唔是考一可以送嘅，嗰啲較嚴重嘅，吼。啊，另外一啲要考試，嗰塊考，吼。啊，啲老師，啲夜間部嘅老師伊提講，問伊講，唔想要通哪個學校嘅，而且講伊要通嗰啲較難考嘅。好，啊老師講，毋過嗰較難考法一定要考上，唔呀功課一定要夠好。啊老師慢慢嚟教伊安尼，啊等伊考上嘅下呀，伊真係比考上嘅，考上以後伊無交通差，一定要自家去，好無安尼自家去送，因為安尼無可能講明日早上安尼7點左右去學校嘅嘛，所以老師講唔可練嗰啲腳踏車，我練腳踏車騎去嘅安尼，啊所以老師對勝利之家。路背開始教伊講，一定要用嘅騎吼，啊用嘅看嗰啲交通標誌安尼，個老師安尼教伊記擺嘅下誒，正式愛上課嘅下誒，開學嘅下誒，有愛帶伊去，總就7點啊，兩個人開始對勝利之家安尼期待一定學教嘅吼，啊一啲部分有看到講，伊真係較唔會看嘅紅綠燈，愛提醒，因為嘅下安尼出發嘅下7點嘅下有冇差誒真大。係啊嘛，其實我真驚伊講我本差衝動還是樣誒，啊毋過我看伊說啦，伊個勇敢，就是伊會唔去吼，嘛會將講佢好不用，我看我有停落無安尼，啊都會學教嘅，佢下我個感動，因為安尼停安尼30分鐘安尼去嘅，伊可以安全到嘅，我個歡喜，啊嘛打電話俾老師講，伊都會有都學教嘅太門安尼。佢記錄放30分鐘，其實對你來講拍過緊張哦。係，因為我真驚講，因為叫他查無嗰啲後照鏡嘛，啊看左片右片唔對用嘅辦，啊因為想講，因為用嘅，伊都要用嘅反應嘛，啊你直接看伊真正無看左片有影無，伊嚟反過去，啊我其實隔壁有提講，哈你辦你挺好先點好嚟看左片有差無，唔能可以過，唔要講哦綠燈嘅，我要擺嚟我要轉擺安尼。其實對嗰度你爸爸媽媽來講嘅話，吼，尤其係細人嘅第一擺去上學嘅時間，吼，尤其係第一擺自己去上學嘅時間，有到嗰度爸爸媽媽都邊一條後背啊，嚟停到嚟看個細人有真係有去行到嘅學校路，好冇？其實咱嚟講，我感覺到講，其實唔等於如果把個細人嚟變成自家嘅細人嚟啦，好，因為等於自家第一年愛靠自家嘅能力去叫他查去嘅時間。你帶去吧，咁後來呢？冇一帶冇。帶3日，帶3日之後，伊唔是伊自家可以自家去嘅。係，伊同嗰啲政府員講，我要下來用，我來學校嘅，啊，一定7點伊自家去到嗰啲學校嘅安尼，係。咁你這個有冇人講？其實伊安尼完成一件事情嘅時間，伊這個感覺當樣嘅。伊個歡喜啊，因為感覺伊係有成就感，因為伊看到別人可以安尼，伊嘛感覺伊可以安尼。同時，其實對啲你講年輕人來講嘅話，如果學會騎腳踏車，至少可以過安全嘅到學校嘅時間，其實以下一擺都可以去到過人嘅地方。但係對一啲年輕人來講嘅話，如果冇因為講，如果想俾人扣嗰啲細嘅範圍地方，其實我相信騎腳踏車對伊來講嘅意義很大啦。我是我感覺到，因為對一故事我聽好了，我感覺佢感動，意思是講，唔單止講伊可以自家上課，也係一件事情，但是聽一件事情，你講伊對自家會有啲肯定，你講有能力，不用自家去到個人嘅地方去，係安全嘅。係啊，啊雅欣哦，你這個有冇有一位服務使用者，他很年輕啊，那他小時候爸爸就發現，想說他怎麼他比較不會表達，那也比較不專注，那爸爸就帶他去給醫生看，那診斷是自閉症這樣。那之後他爸爸就想說，那就買拼圖給他玩，然後慢慢的發現拼圖可以讓他很專注，
然后就是比较不会分心，所以爸爸就继续买拼图给他玩，玩到最后发现他国小6年级就可以1个小时拼完1000多块的拼图。那个我大概拼1年吧。对，就是跟我们的速度真的相差很多，而且我放弃。对，那个真的很厉害，所以爸爸有发现到这个部分。那来到我们胜利之家之后啊，那因为刚来到我们胜利之家，他需要适应嘛。那老师用的方式就是，那你先加入我们的团体，那我们先加入10分钟，1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玩的教具啊，或是一些活动。那他永远都是选择拼图，然后慢慢的，但是因为他拼图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所以就是因为他拼的速度跟量都很多，那其实拼图蛮贵的。就是可能1000片、2000片都是需要一点价位。那我们就是想办法，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继续维持这个兴趣，然后也花费也不用这么大，所以就想到了代课拼图这一块，就是让有点像接客的部分，就是客人我是客户，谢谢，是，谢谢，对，就是让他拼图，然后用这种方式赚取工作零用金。那赚取工作零用金的部分，也是他自己未来的生活费，当然也可以维持他的兴趣，结合他的兴趣，所以他拼起来其实是很快乐的。你知道，尤其是那种一片大海啊，每一个色系都一样，那个真的是完全拼不出来。从按的磨奶洗们也切多百节，但是问题发明归讲，你就希望说我有那个东西，摸胸都原来还可以代课拼图真的可以赚钱的哈，而且一方面对伊来讲啊，发也是最好做的事情，但同时也会可以比赚到一个收费哈，比如多少可以休息噶。咁唔妥讲嘅，你喺因为爸爸其实过去做以前都发现到了生意呢有自闭嘛，哈，同时嘛提供用拼图嘅方法可以帮佢稳定下来，但是唔係过去嘅家长如怎讲咯，可能唔啲，嘛可能唔愿意去面对啊问题，佢重要部分嘅话，怎样去面对啊问题？我们有比较不合作的家属，像我自己遇到的就是日照的服务使用者，因为他们是回家嘛，那回家的状况我们就会不知道，那可能隔天来到我们机构会发生一些情绪，那想说明明一早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会不会有可能是家里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家属有什么问题这样，所以我就会询问家属，可是家属有时候都已读不回，那不然就是不读不回，所以没有办法马上知道服务使用者昨天晚上的状况，对，所以会变成我们很难去抓服务使用者有情绪的原因。可是等于讲，其实同家长有一个最密切的一个联系，其实係一個最重要一部分。因為唔好講，我係學個教秘密的好，過聽個鬼啊，過來聽你，過來同我變面，然後從尾教從尾唔愛。嗰一部分，嗰組長一部分，我用你這個有乜個事，有乜個故事同人哋分享，我講你這個有乜個經驗冇？像老師同我講嘅，有啲部分有冇？喺家講家屬伊即個無批發嘅話，萬一我打電話問講，你最近係唔係？嘅嘛個無汗，還是講身體有乜嘅無爽快安尼吼，你對啊開始關心家屬安尼，冇講明白打電話去提講，人生日用嘅，伊咪連糖都剛剛講，你可能一大天發落去講嘅啲事情，所以俺老師更加改變講，先關心一下家屬講最近有乜嘅事情安尼，個還有講平常時老師嘛會嘅記嘅啲乜嘢啊。用賴必然看嘅活動相片，必然講看人家生日呢嘛會做卡片，還是會嘅收聽那樣的，唔係講人家講嘅乜嘅路唔會安尼，第三面講，像一定平常時，像一啲同雅琴老師講嘅係日做嘅嘛，日間呢可以顧起嘅，像唔可以顧起嘅，有往我哋會用嘅視訊嘅部分，本嘅咧學服務使用者同伊啊家屬共下安尼，來面對面嘅視訊嘅方式來。了解講，伊最近有乜事情聊天咧，因為你用打電話咧，服務使用者也談看唔到伊家人家屬用嘅安尼，更加講嘅係攏有家屬嘅嘛，喺無家屬嘅部分咧，話我哋有一啲服務使用者將伊當存阿 Q 同嘅表妹，毋過唔得嘛啲阿 Q 有個人咧，唔係講乜嘅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安尼，所以嘅咧，伊咪擺如講伊個上伊哋安尼。咪不如嘅上下有一些會有情緒出來嘛吼，我哋會問伊講，其實你喺無上嘅啲部分嘅話，唔想去做乜嘅，伊去年伊講伊想去做一啲故事，
伊要冲国外。啊，去年的年代，佮他伊真是达成这个愿望，伊即个做，伊即个开演唱会，去俺哋中心开的演唱会，啊，伊亲厉害，俺哋佮咧伊啲老师啊，俺哋迄个经纪人嘛，伊团佮咧俺哋服务使用者讲，你做一个故事的吧，人家体力一定爱好，系我运通，伊不能唔好运通的嘛，啊，伊想讲，伊要做一个故事，伊要冲过的，一定要有体力，伊会去通，吼，各位还有讲嘅咧。摇枪塔，伊即个捌土，可以摇枪万年，安尼老师提讨论吼，啊，伊下是捌个伊8本年，啊，老师嘛提讲，啊，毋过嘛摇，从国外嘛每年等人冲，我摇枪特别来宾同乡下来互动安尼，啊，伊即个嘛去摇枪3个人同乡下来冲，嘿。其实等于讲，其实也要地方唔单止去照顾也生活，同时把也要。能讲也要心灵的部分哈，嘛照顾到，因为就等于讲，伊希望想做嘛事情，家中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用去已经还是过现实地步，当成阿 Q 同表妹嘛哈，其实最残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至少可以对行到前面做这个好做的事情，哈，你都可以去不用喺度，能讲其实该唔舒服的一个事情。嗰個其實喺我哋沙飛地區唔單止係從我哋嘅沙飛看到嘅一個安快樂嘅樣嘅，其實我哋沙飛地區係有幾多人，對，係有幾多嘅組織希望我哋去去聽數，俾一定可以去照顧到嗰度需要嘅人。今日佢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分享到生命之家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再聽我哋先生來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